没问题，这要要客栈，拢客栈，什么话？把这本买火行的面去，火行的面去，点乃是走的蝴蝶的香，点乃是走都蝴蝶干的香，蝴蝶干的香。把这本买火行里面去，那些走都火蝶干的香，把这本买火行里面去，那些走都火蝶干的香，把这本买火行里面去，那些走都火蝶干的香。要说故乡在哪里，就在我们湖北地。无论要走到哪里，我们心儿总相系。无形的红线牵挂着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目淡烟海荡，若能前面带着忙，要煮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